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8月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0篇，何西雅书第14章第1到第9节，路加福音第12章22到3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不需忧虑。先知何西雅苦口婆心地劝告以色列人，应当要悔改，要转向上帝。然而以色列人他们一再的转变，再度的离开上帝。先知称以色列人是虚假的反悔。何西雅再度的呼吁劝勉以色列人归回上帝。他说：以色列人啊，你们的罪使你们跌倒了，你们要归向上主你们的上帝，你们要回到上主这里，向他祈祷说：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使我们能够照所承诺的颂赞你。要恕人不能救我们，战马也不能保护我们。我们再也不向偶像说你是我们的上帝。上主啊，我们知道你是向孤儿施仁慈的。先知何西雅还教导以色列人要祷告上帝，或是说要向上帝祷告，并且要告白自己的软弱，祈求上帝的保守。因为不但没有办法靠自己自以为的能力，也不能靠着亚述，也不能靠着那些战车，更不能靠手刻的这些偶像。以色列人到底要靠谁？基督徒的依靠是什么？当然不是自己，也不是军事强权，更不是偶像。过去一再的远离上帝，敬拜偶像的以色列人，想要得到上帝的保守，就必须要彻底的被改变，否则的话，他们的生命是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，将来一定会遭遇到真正的困难，并且在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保守这样的情况。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了新生命，基督徒的生命改变，这是蒙恩得救的基础。人不愿意被改变，就不会有上帝的圣灵所赐的新生命。这个新生命也是上帝所赐下给我们的恩典。因为何西雅先知这样告诉以色列人：上主说，我要医治我的子民的创伤，专心一意的爱他们。我不向他们发怒，我是以色列干旱之地的甘霖。他们要像百合花开放，要像黎巴嫩的大树深深的扎根。他们要长出新芽，像橄榄树一样的美丽。他们要发出芬芳，像黎巴嫩的香柏树。他们要再次的得到我的保护。他们要像花木茂盛的花园，像多产的葡萄园。他们要像黎巴嫩的美酒，
以色列人要跟偶像绝缘，我要垂听他们的祷告，照他们，我要像常青树庇荫他们。我是他们一切福气的源头。是的，上帝要医治人的病，病得医治的人就会得到新生命，就好像我们在讲复活概念一样，也如同那个长大麻风后来病得医治的乃曼将军。圣经记载说，于是乃曼到了约旦河去，照以利沙的指示，在河里浸了7次，他就完全洁净了，他的肌肤复原的像小孩子一样。记载在列王记下卷第5章14节。基督徒必须学习倚靠上帝，全心的倚靠，就必得到上帝的看顾，就不需要担忧。如同耶稣基督在教导主导文的时候提到，耶稣又对他的门徒说，所以我要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活所需的食物或是身上所穿的衣服操心，生命比食物更来的重要，身体也比衣服贵重的许多。看看那些乌鸦吧，它们不种也不收，无仓无库，上帝尚且喂养它们，你们比鸟儿贵重多了。你们当中又有谁能借着这个忧虑多活几天呢？如果你们连这样的小事也做不到，我又何必为其他的事操心呢？看看百合花怎样生长吧，它们既不工作也不缝衣。可是我告诉你们，甚至像所罗门王那样的荣耀显赫，他的衣饰也比不上这一朵野花那样的美丽。野地的花草今朝出现之后，它们就明天就枯干，就给人家扔在火炉里面来焚烧。上帝还这样打扮他们说，他们岂不是要更赐衣服多一点给他们吗？你们的信心太小了，所以你们不要挂虑吃什么喝什么，因为这些是烦恼，这些事是世上不信的人所追逐的。你们把天父的都知道，你们需要这一切东西。你们要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，他就会把这一切都供给你们了。圣经说，生病的人需要医治，生命需要被改变，这样的人要得到上帝的赐福和保守。当然，我们连日用的饮食都有上帝的赏赐，从日常生活需要到全无缺乏。保罗告诉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说，你们应当亦无挂虑，要在祷告中把你们所需要的告诉上帝，用感恩的心祈求。上帝所赐的那超越人能够理解的平安，会借着耶稣基督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这是腓立比书第4章第6到第7节。
所以我们若是真心的依靠上帝，那么我们的人生就没有什么需要忧虑。诗篇60篇，上帝啊，你抛弃了我们，击败了我们，你曾向我们发怒，现在求你复兴我们。你曾使地震动裂开，现在求你补救，因为它破碎了。你使你的子民遭遇许多的患难，你使我们跌倒，好像喝了烈酒。你为敬畏你的人树立旗帜，让他们免受毁灭。求你允许我们用你的大能来救援我们，使你所爱的子民呼救。上帝从他的圣所发言：我要战胜，要分裂世界，我要把苏格谷分给我的子民。基列属于我，马拉西也属于我，以法莲也是我的头盔，犹大是我的权杖。我要用磨压的做洗脚盆，向以东抛鞋。我要向非利士人唱凯歌。谁能带我进到这个巩固的城？谁能领我到以东？上帝啊，你真的抛弃我们了吗？你不知道我们的军队一起征战吗？求你帮助我们对抗敌人，人的帮助毫无用处。上帝在我们这一边，必胜，他一定会打败我们的仇敌。感谢上帝应许与我们同在，感谢基督担起了我们的重担，使我们得以不害怕、不惊慌、不需要忧虑。感谢主赏赐给我们机会，也赏赐给我们平安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